各位聽眾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又係我 Irene 同大家講第10課。第10課嘅題目係祝福嘅竅門。首重要係真心誠意，執行推送祝福行動，要和超級生命密碼系統相輔相成，和天地共振，接收天地嘅祝福。一旦人們物產豐足，生命富足，就不至於患得患失。當今世界有些國家正在運轉奸詐嘅計謀，執行害人害己嘅政策。這些預謀使世界1年、10年，或者是歲歲年年深受其影響。但只要地球上嘅能量場都調整到位，天災人禍不再，人人都感受到豐衣足食，事事皆圓滿如意，平安，就不會有想要戰勝別人或挑撥佔便宜嘅想法啦。想要達到此一境界，首先我哋要相信超級生命密碼系統係可以救你、救我、救他、拯救眾生嘅系統。因此大果兒要齊心營造祝福，一起推送源源不絕嘅祝福。而祝福呢個竅門喺祝福嘅起源點，真心祝福才能夠獲福。不真心或矯作嘅祝福所發出嘅功，因為心態運作不正確，產生嘅功係虛假嘅。功不實就沒有功率可言啦，能量也就無法隨着祝福而散發，反而容易流失殆盡。一旦了解祝福必須要真心嘅訣竅，務必先反求諸己，思量如何才能夠發出真心嘅祝福，進而針對此點做省思與改進。人們都怕落得空歡喜一場，擔心自己沒獲得或拿到嘅獎品最少，處處都只為自己設想，沒有我為人人，人人為我嘅精神。如此一嚟，執行推送祝福嘅行動就難以達成啦。唯有大果兒無私地執行推送祝福嘅行動，其所產生嘅功率足以救你、救我、救他及救地球上所有生命。這樣嘅功率輸出會產生大家相互共振，將巨大嘅能量並聯串連喺一齊，發揮1+1大於100大於1000，以至於無限嘅作用力。執行推送祝福行動，不運作則已，一運作就是天地最好嘅福音。大家好，呢一課第10課嘅導讀我已經完成啦。喺呢度我感謝大家嘅聆聽，我祝福大家幸福圓滿，祝福，祝得福助。我哋下次再見啦。